5月23號朝早，香港殯儀館門口，一架7人車停咗落嚟，車入面坐住陳慧琳、老公劉建浩，仲有2個仔。17歲嘅大仔劉星第一個落車，身高已經超過180厘米。14歲嘅細仔劉森跟住落車，個頭都已經高過阿媽。陳慧琳着住黑衫，戴住墨鏡，企喺殯儀館門口，對住鏡頭雙手合十。佢喺度送一個人，奶奶劉嬸靜。77歲嘅老人家5月1號喺養和醫院過身，今日係出殯嘅日子。成場喪禮冇一句多餘嘅說話，但就令所有人睇到陳慧琳喺娛樂圈30年從來冇展示過嘅一面。而坐喺靈車前排，雙手捧住阿媽遺照嘅劉建浩，眼眶通紅，一路都冇抬頭。佢身後嘅劉家，遠比外界睇到嘅更加深。喪禮全程由設靈到火化，每一步都拒絕鏡頭。劉嬸靜喺5月1號喺養和醫院辭世，享年77歲。家屬喺5月22號喺香港殯儀館1樓基恩堂設靈，俾親友弔唁。5月23號舉行正式告別儀式，大殮完咗之後，靈柩移送哥連臣角火葬場火化。成場喪禮流程安排緊湊，風格低調。5月22號設靈當日，傳媒喺殯儀館外面影到陳慧琳帶仔到場弔唁嘅畫面。佢同細仔劉森着素服，戴墨鏡，落車之後快步行入殯儀館。大仔劉星刻意遲啲落車，等傳媒鏡頭轉移咗之後先落車，然後快步追埋屋企人一齊入場。有記者追問喪禮儀式安排，陳慧琳淨係講咗一句冇特殊儀式，就即刻離開。5月23號清晨，陳慧琳同老公劉建浩帶住2個仔劉星、劉森坐7人車到場。劉建浩着深色素服，雙眼泛紅，神情憔悴，慢慢步行入殯儀館。2個細路同樣着黑衫，跟喺阿爸阿媽身邊，全程安靜，冇出聲。面對現場傳媒嘅採訪請求，陳慧琳停低腳步，禮貌拒絕，然後入館入面。藝人錢慧儀同埋劉建浩嘅家姐劉建芝都先後到場致意。朝早9時50分，陳慧琳一家喺經理人鍾珍陪同下再次現身告別儀式現場。落車之後，陳慧琳等老公同細路先行入場，自己留喺後面面對傳媒。佢雙手合十，向鏡頭致歉，拒絕所有訪問之後轉身搭電梯入去。劉建芝落車之後低頭快步行入大堂，冇望鏡頭。陳慧琳老豆陳崇偉、錢慧儀等親友都專程到場。朝早10時55分，告別儀式結束。劉建浩雙手捧住阿媽遺照，同家姐劉建芝一齊行出場館。2個人神情哀動，劉建浩雙眼紅腫，全程低頭冇講嘢。2個人登上靈車，前往火葬場。陳慧琳帶住老豆同2個仔，隨經理人坐保姆車跟住。登車之前，陳慧琳再次向傳媒合十致意。上車之後同老豆保持肅穆姿態，並向在場工作人員多謝。靈堂佈置3束心形花牌，寫滿至親嘅名。靈堂佈置簡約，正中間掛住慈恩永懷牌匾。禮堂中央擺咗3束心形悼念花牌，第1束出自陳慧琳夫婦，第2束出自2個孫劉星同劉森，第3束出自細姐女劉建芝。3束花牌擺埋一齊，記錄咗呢個家庭所有人對劉嬸靜嘅送別。場館右邊設有投影屏幕同鮮花點綴嘅主禮台，四周擺滿親友同各界人士送嘅花牌。胡楓、奚仲文等演藝圈前輩紛紛致花哀悼。呢啲花牌話明劉嬸靜生前喺圈內人緣好，同人交往有分寸，冇花圈，冇紅布，冇任何多餘裝飾。靈堂嘅風格同劉家人嘅處事方式一致，有事就辦，辦完就走，唔多講一句。劉家喺香港嘅根基，要由劉嬸靜講起。劉嬸靜並唔係出生喺富貴之家，佢後生嘅時候入咗絲花行業，由底層做起。
絲花係用絲線製作嘅人造花卉，上世紀60、70年代喺香港出口貿易中佔有一席之地。劉沈靜入咗呢個行業之後，由選料、配色、定型到出貨，每一個環節都親自跟進。佢做嘢有條理，判斷有依據，喺行業入面漸漸建立咗口碑。後來，劉沈靜同老公劉崇榮一齊經營家族絲花生意。劉崇榮負責生產，劉沈靜負責對外業務。兩個人配合，生意由香港擴展到歐美市場。劉沈靜喺美國設立據點，打通咗北美嘅銷售渠道。劉建浩成年之後，被派去美國打理家族喺當地嘅業務。亦都正正因為呢個安排，劉建浩先會喺紐約遇到喺度讀書嘅陳慧琳。絲花生意為劉家積累咗第一桶金。之後，劉家將資金投入地產同其他投資領域，資產規模持續增長。劉沈靜喺家族入面承擔決策角色，掌控資金流向同人事安排。劉建浩嘅家姐劉建芝同樣參與家族事務，這第二人喺阿媽手下做事，分工明確。劉沈靜掌管劉家幾十年，由絲花到地產，由出口到投資，每一步都有佢嘅參與。佢唔拋頭露面，唔接受訪問，唔出席公開活動，但劉家嘅每一個決定都經過佢隻手。外界對劉沈靜嘅了解唔多，淨係知道佢係劉家嘅話事人，係劉建浩同劉建芝嘅阿媽，係陳慧琳嘅奶奶。而家77歲嘅劉沈靜離世，劉家失去咗呢個掌控全局嘅人。告別儀式上，劉建浩捧住阿媽遺照行出殯儀館，身後跟住家姐劉建芝。這第二人嘅步伐一致，方向一致。劉沈靜留低嘅唔只係資產，仲有一套運轉咗幾十年嘅家族規則。陳慧琳同劉建浩嘅感情喺娛樂圈中屬於少數，兩個人由1992年認識到而家，超過30年，期間幾乎冇傳出過任何緋聞。1992年，19歲嘅陳慧琳喺紐約柏森斯設計學院讀書，一次朋友聚會上，佢認識咗同齡嘅劉建浩。劉建浩當時喺美國打理家族絲花生意，兩個人都係香港人，喺異國產生好感，開始交往。留學期間，兩個人約會傾偈，同普通情侶冇分別。1995年，陳慧琳返港出道，事業快速發展，工作變多，兩個人聚少離多，加上外界壓力，兩個人曾經短暫分手，時間大約1年半。但分開之後，雙方都放唔低對方。1999年，兩個人正式復合。復合之後，劉建浩一直喺背後支持陳慧琳嘅事業，甚至親手幫佢整演出服。陳慧琳亦從來唔迴避講男友，兩個人嘅關係公開穩定。2008年6月18號，陳慧琳喺紅館 Love Fighters 演唱會尾場突然宣布婚訊，台下嘅劉建浩當場喊咗。同年10月2號，兩個人喺香港洲際酒店舉辦婚禮，耗資約2000萬港元，筵開55席。婚禮上，劉建浩講咗一句說話：以後你仲係陳慧琳，唔係劉太太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，佢尊重陳慧琳嘅獨立身份，唔會因為婚姻令佢改變自己。婚後，陳慧琳放慢事業節奏，重心轉向家庭。2009年7月，大仔劉星出世，小名蝦餃仔。2012年3月，細仔劉森出世，小名小籠包。兩個仔而家已經大個咗，大仔17歲，細仔14歲，身高都超過180厘米，五官同老豆劉建浩相似。2010年底，陳慧琳透過人工受孕懷咗雙胞胎女，但喺孕中期，胎兒不幸流產。呢件事成為陳慧琳心中嘅遺憾。喺嗰段時間入面，劉建浩推咗所有應酬，全程陪喺陳慧琳身邊。呢件事令兩個人嘅關係變得更加緊密。陳慧琳曾經喺傳媒面前多次吐槽兩個仔：大仔17歲，身高180厘米以上，五官端正；細仔14歲，
個頭已經超過陳慧琳本人。陳慧琳喺屋企嘅身高排喺最後，劉建浩身高都喺180厘米以上，兩個仔繼承咗老豆嘅身高同樣貌。據香港傳媒報道，陳慧琳同奶奶劉嬸靜關係好，相處模式接近母女。劉建浩係香港富商，劉嬸靜係劉家嘅話事人，掌管家族事務。陳慧琳由奶奶身上學到咗待人處事嘅方法，為人低調通透。劉嬸靜生前俾人嘅印象係貼地，雖然出身豪門，但冇架子。網民喺睇到喪禮畫面之後留言，佢奶奶人睇落好貼地，雖然係豪門，但真係冇任何架子。仲有陳慧琳嘅兩個仔，超級靚仔。陳慧琳喺娛樂圈中一直保持低調，佢唔爭資源，唔炒話題，唔製造新聞。結婚接近18年，佢同劉建浩嘅生活方式冇變過。劉建浩喺屋企湊仔，陳慧琳偶爾登台演出。兩個人嘅兩個仔已經進入青少年階段，一家人嘅日常喺娛樂圈中屬於少數。網民評價，陳慧琳喺娛樂圈入面算係活得最通透嘅，能進能退。5月23號朝早10時55分，告別儀式結束。劉建浩雙手捧住阿媽遺照，同家姐劉建之一齊行出殯儀館。姐弟二人神情哀動，劉建浩雙眼紅腫，低頭唔語。兩個人登上靈車，前往歌連臣角火葬場。陳慧琳帶住老豆同兩個仔，隨經理人坐保姆車跟住。登車之前，陳慧琳停低腳步，面向在場傳媒，雙手合十。佢冇講嘢，淨係低頭，然後轉身上車。靈車駛離之後，保姆車亦隨即出發。車入面坐住陳慧琳、老豆陳崇偉、大仔劉星、細仔劉森。陳慧琳喺車上保持肅穆姿態，同老豆一齊祈福。兩個仔坐喺後座，冇出聲。呢場喪禮由設靈到火化，全程冇安排任何公開環節。靈堂入面嘅3束心形花牌，寫住至親嘅名。殯儀館外面嘅花籃，來自胡楓，係眾民等圈中前輩。劉建浩捧住阿媽遺照行出殯儀館嘅嗰一刻，所有鏡頭都對準咗佢。陳慧琳喺登車之前合十嘅嗰一刻，所有人都睇到咗佢。77歲嘅劉嬸靜因病離世，新抱陳慧琳帶兩個仔到場送別，婆媳關係喺呢一日畫上句號。陳慧琳冇接受任何訪問，冇發表任何聲明，淨係到場，淨係陪伴，淨係喺該合十嘅時候合十，喺該低頭嘅時候低頭。劉嬸靜用咗幾十年時間，由絲花行業嘅底層行到咗豪門話事人嘅位置。佢冇上過雜誌封面，冇出席過慈善晚宴，冇喺任何公開場合講過一句說話。但佢嘅名出現喺每一筆家族投資嘅決策記錄入面，出現喺劉建浩同劉建之嘅每一個決定背後。佢走咗之後，劉建浩捧住佢嘅遺照行出殯儀館，佢身後跟住家姐，旁邊坐住老婆同兩個仔。呢個家庭冇停低，亦都冇散掉。佢哋上車前往火葬場，完成最後嘅送別，願逝者安息。亦都希望陳慧琳一家行出呢段日子，繼續過佢哋選擇嘅生活。好啦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多謝大家嘅支持。